多，我想明白了，就算和任务没关系，我还是你的丈夫。那你还会再离开吗？那如果是因为任务呢？我会用尽一切办法回到你的身边。我也想明白了，就算不跟斯特林集团合作，就算不做什么女总裁，不管集团以后……是的，我懂。你先睡吧，我去接待考察团。你不能去。我知道谢妍喜欢你，她比我会做生意，是个好女人。但是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，我不能再……哎，你干嘛去？下一步需要一个学术活动的假运营，还有一些明确的东西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你别老不正常营业。没事儿，我就在门口挂一个休息的牌子就好。天堂酒吧可是我们的据点，你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关门，会引人注意的。我就不是经商的料，我在这儿都快憋死了。少发点牢骚。你看看啊，你就不要把卫生拖到第二天早上再做，全是酒味。行了行了，你知道，你走吧走吧。你早点回来啊。喂，哎，老大，你昨天跟那个什么考察官怎么了？他好像掉了一个袋子。什么口袋啊？你等一下，我看一眼。哎呦我去，是糖，怎么了？都化了，这太恶心了，我要把它扔了。你先别扔，口袋是什么颜色的？哦，好，就是一个灰色的布袋。我明白了，我先挂了。醒了？
我起来了。走吧，该去集团那边了。嘿，他们总裁已经连续2天不露面了，是不是那天我们给的压力太大了？可惜呀，其实集团的运作效率很高，很有潜力。要在天海市发展电商，红鼎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倒觉得，红鼎集团被明显高估了。这样幼稚的构建也能算是电子商务系统吗？各位觉得呢？即便这里的电商系统还有各种问题，但仅仅是一个雏形就已经爆发出如此强的生命力，我倒觉得天海市可以是斯特林集团进军东亚地区的敲门砖。我从您的推特上看到，之前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，是不是你对天海市的电商化条件了解的还不够充分？但我在闲逛的过程中发现，天海市根本没有做好全面电商化的准备，各项基础设施都很匮乏。成熟的电子商务生态圈对基础设施的完善度有很强的可补性。红鼎集团的总裁我们都见过，是个务实的人。虽然作为一个集团的老大或许不够强，但是作为一个合作伙伴还是十分理想的。一个集团的强弱并不是总裁一个人就能决定的。红鼎从商业地产行业起家，对电子商务系统，他们也只能算是半路出家。谢总，其实我们都已经发觉，您和红鼎集团云总的丈夫似乎是旧相识。没错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您在对待这件事上掺入了太多主观色彩？我并没有对红鼎集团总裁进行任何的抹黑，我所列举的证据也都是客观事实。请问，从哪一点能看出我主观色彩太多？既然这样，我建议投票表决。我是主考察官，考察报告必须由我来制作。鉴于您目前的态度，我也同意投票表决。如果同意与红鼎合作的占多数，我们将制作自己的考察报告。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，这个建议已经越权。谢经理，请您尊重其他考察员。那么投票吧。云总裁，我们今天的考察已经结束了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恳请大家再听我做一些补充说明。如果耽误了大家的休息时间，我深表歉意。你想补充什么？你也应该知道，红鼎集团的上任总裁是我的父亲。几个月前，父亲因为阿尔茨海默症，把总裁的位置交给了我。没错，你接任总裁仓促，管理集团缺乏章法，这是事实。是吗？您之前问过我，商业地产市场部人多开支却少，我没能给您一个解释，这一定让您觉得我对自己集团的构造缺乏了解。但是，您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。商业地产的生产模式以线下为主，市场调研手段比较传统，需要人力维持，这是常识。电子商务系统是运用长尾效应搭建的新概念平台，它的特点就在于所需人力少，相应的设备需求大，开支高，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而相反，您却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。您的问题让我怀疑，斯特林集团对天海市的经济构造缺乏了解，低估了红鼎集团的潜力。这对我们双方而言，乃至整个天海市，
都是极大的损失。我希望各位能慎重的考虑。过去的几个月内，红鼎经历了多次的变故，我们集团的韧性远比你们考察中的更强。考察团他们散会了，看来他们会重新考虑。后面还有3天的时间，如果我们趁热打铁，按照柳峰的想法重新设计，应该还是有可能促成这次合作的。那个，你打电话谢过柳峰吗？我该怎么说啊？你看着说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和好了？嗯。他确实很努力，进步也很快。不过，要不是我手下留情，我明白，谢谢你啊。你又欠我一个人情，到底什么时候还啊？等你当上东亚地区总裁，我们还会见面。那如果我当不成呢？当不上，我去找你，可能我一个人，也可能跟他一起。他还敢让你来找我？现在是不敢，但我会跟他好好说说。得了吧，只希望事情能够顺利，要不然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。不是还有3天吗？我明天还可以陪你逛逛。如果你们真的想促成合作，从明天下午开始，分别安排人去找每一个考察员，给他们安排个别考察，别等他们主动。晚一些我会把这些人的资料送过去，个别考察必须要按照他们之前的履历、专业构成和个人好恶定制。但这样帮我们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要能够当上东亚地区总裁，你又欠我一个人情。知道了，我欠你很多。把这个留给他吧，给我换一张新的，免得我总想起以前的事情。段先生，那我先回酒店了。这件事情，还请你务必放在心上。先这样。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这个人情我一定要还给你，要不……不用了，你的工作还没结束，等合作的事敲定了再说。
谢谢你。再见。你动心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没时间跟你开玩笑，你脸上都写着呢。上战有胜有负，很正常。现在靠那个女人已经控制不了红顶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走？一步一步来吧。这个是你下一步目标。我有时候很好奇，这些资料你是从哪儿弄的？你少问2句，对你我都好。近日来，警方连续破获多起聚众赌博、滞销迷幻剂案件。据警方透露，这些案件均伴随聚众斗殴事件发生，很快引起警方注意。你看新闻啊，能在短时间内破案，有相关。多可怕！截止到目前，涉案总人数已经超过30人，相关接受调查人数估算在100人以上。据知情人士称，斗殴事件的发生地多为天浪集团下属的娱乐场所。我们安安分分的做生意，不会有这种事的。好吧。谢妍呢？他回酒店了，你也该去机场了。这次考察团的人数是一半一半，如果我们能多争取些时间就好了。现在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。谢妍这次回去啊，他会帮我们争取的。也对。那你去接谢妍吗？嗯。糟了，谢妍让我换照片，我忘了。我看。不许换！为什么？明摆着贼心不死，不许换！我已经答应他了。谁让你答应他的？我怎么跟他解释啊？连项链带吊坠一起丢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你为什么这样？你让他早点对你死心，我就不会这样。你不是还要接谢妍吗？快去吧。你要干什么呀？这是我来天海印象最深刻的地方。啊，谢妍，我把挂坠弄丢了。什么？我看是被云师彤给没收了吧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是我弄丢的。我觉得撒谎这件事情，你还真得好好练练。等我再来天海的时候，我可能也已经结婚了。那我祝福你吧。你说的是心里话。是啊，如果你结婚了，我会为你高兴的。
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谢总。这是云总让我转交给您的。这张照片我已经有了。云总说，这是给您留个纪念。段飞，回去之后我会帮你们争取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那拜托你了。照顾好自己。再见。那保重啊。累死了，终于告一段落了。请进。段组长，这是您朋友让我给你转交的。谢谢啊。这是什么啊？好像是谢岩的。请进。段组长，这是您朋友让我给你转交的。谢谢啊。这是什么啊？好像是谢岩的。是什么啊？糖，放了好几年。多恶心！那还不扔了它？吴总来催过采访吗？还没有。好，他要是来电话，立刻通知我。这个时候，股东大会应该已经开始了吧？没错。你听音乐也是因为自己紧张吧？借助音乐来缓解自己的压力。随你这么想。如果吴总提前来要财报呢？那就听天命了。你这么嚣张，拜的时候表情一定很有意思。也许吧，我这次看情况，胜券在握。魏忠胜手里有55%的股权，现在股东大会不是看股权说话吗？也不尽然。会上说明白。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不止你一个人有家族的产业，自从我们并入天浪集团，这些产业就一直受到集团的保护。你们所说的产业，就是聚众赌博、制贩迷幻剂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再在大会上提这几个字，就是诬陷。不管我哥哥以前怎么对你，现在的天海市已经向一个全新合法化的方向发展，天浪必须跟上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融资？还要我分析多少遍？这些绝对不是单纯的风投公司。什么单纯不单纯的？你是为了保全你的股权，不让大伙儿有钱赚。对。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我们可以接受融资，但是必须需要一个稳健长期的融资计划。
火烧眉毛了还稳健个屁！这些天有多少人被直接带走接受调查，又有多少人赔得倾家荡产、跳海自杀？没错，我们遭受的损失沉重，现在只有大额融资的救命。魏总，我们怎么办？在我哥哥做总裁的时候，有的是比这困难的时候，什么活路不活路的。魏总，你睁开眼睛看一看，现在我们的天浪被破坏成了什么样了？都七零八落的。前任的魏总也死了，我们的关系网全没了，你还有什么傲气的资本？废什么话，赶快表决！别以为你有55%的股份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。如果不接受融资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抛售天浪的股份。一旦有人抛出股份，那就是雪崩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大家就会对天浪失去信心。到那时候，我们的天浪可就全完了。现在要翻盘，只能接受融资，还犹豫什么？魏总，你要顶住。怎么顶？这些袭击太明显是为了让您接受融资，现在只要您顶住，股东们也只是虚张声势，事情还没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。我再不松口，天浪将不复存在，我没有办法向我哥哥交代。好。有结果了。3天之后，我手上会有天浪集团55%的股份。吴总裁那边呢？先拿到股份再说，股份到手了，可以拿去抵押、周转，总之办法很多。我呢？养精蓄锐吧，总这么频繁出动，很容易失手的。你想怎么随你，但是别忘了段飞留给我。喂，怎么样？人家没报警吧？没有，就是打了几下。哎，对了，窃听器给你拿回来了。你不是挺能打的吗？能打我也不能还手啊，万一人家报警呢？我哥的仇我还没报呢，我得忍着。行了，都这么过来了，下回你跟我上啊，你在家里打扫卫生。行。哎，对了姐，查到什么了？你们自己听，就几句话有用。这天海的经济啊，最有意思了，它是半黑半商。这几十年前，天海发展最快的那几个地方啊，还是那几个地方势力的盘踞地。可是现在的天海呢？哎，也对，这也就是我退休之前最后几个月的事儿了。这些事情，现在是上哪儿找，应该也找不到痕迹了吧？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就是一次转型。地方势力把手上的资源集中起来，人力集中，包括资源整合，不再争抢地盘做小生意，而是搞起了产业。嗨，我们好像跑题了吧？他没说是什么产业啊？他不敢肯定，但是经过他手办理的贷款，主要有3个项目。3个，不是今天天海市的那个？没错，控股投资、商业地产、休闲娱乐。那不就是红鼎、苏轼，还有天浪吗？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这3个势力向银行借的贷款，用的竟然是同一家公司的名义。
我吃的呢？哦，我看里面就剩空盒了，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就扔在外面的垃圾桶里了。看来我是一天不给你做饭都不行，对吧？最近的事儿真的是特别多，觉得整个人都不好。斯特林集团什么时候给你答复啊？说是这个周末，应该快了。如果合作成了，我们在公司办个派对，怎么样？那如果合作不成呢？那就在家办个派对，就我们2个人。我给你做10张土豆披萨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许取笑人家吃东西啊！你干什么啊？上去啊！上什么？我刚吃完饭，你别闹。没关系啊。你别闹！哎，等一下，可能是斯特林集团的邮件，别闹。我给你拿点东西吃吧。嗯。不是斯特林的邮件。那是谁的啊？秦雪的。秦雪，她不是跟韩志明在一起吗？嗯，他说他已经找到工作了，韩志明还在和一些投资商商谈。这些地方都好漂亮啊！看，你看。等补办了婚礼，蜜月啊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怎么样？还是等跟斯特林集团的合作签成再说吧，到时候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呢。那到时候我给你做8层婚礼蛋糕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许取笑别人吃东西，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你还笑话人家？你干嘛？好呀！真的，谢谢啊！通过了。通过什么了？和斯特林集团的合作提案通过了，而且他们说很快就会来跟我们签合同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订一个8层的婚礼蛋糕啊？现在还为时过早，要等真正签了合同那天才算。真的，他们还说下周1就会过来签合同，而且还是斯特林集团的总裁亲自来跟我们签。你给谢岩发个邮件吧。我们还真的应该好好感激一下他。那下周1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说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，只需要准备一份合同就够了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喂，刘总，斯特林已经决定跟红鼎合作了。好，明白。谢谢。徐总监，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。没事儿，
哎，刚才给你点了杯美式，是不是都凉了？正好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美式啊？我这是刚才下班前去趟法务部嘛，说你没在办公室。怎么了？这咖啡啊，太温和了，没有意思。要不，咱们去酒吧坐坐？去酒吧？那就去酒吧坐坐。老大，他们呢？这里面。飞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一点意外。你是不是在拳台被打的呀？怎么可能啊，飞哥？那家拳场早就没人打得过我了。那你取胜了多少场啊？97。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当年在天海有一个时期，地方势力聚集起来往产业化发展，那个时候有3个势力，应该就是苏氏、天浪、红鼎的原型。但是在他们转型的过程当中，有一家公司帮助了他们。哪家公司？一家民间的投资公司。这家公司很快就消失了，所以留下的痕迹也很少。有什么办法吗？苏菲好像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，但不确定。老大，我想让苏小雅帮帮我。不行。可以缓一缓。斯特林集团通过了红鼎合作的提案，总裁下周一会来签合同。如果这件事情再深入下去的话，可能会牵扯到苏氏，这样的话，签合同会有麻烦。怎么了，飞哥？我昨天答应了师彤，如果这事情合作成功，我就不办婚礼。这是好事儿啊！如果找不到小九的仇人，我安不下心来。好点没？弄些皮外伤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苏菲的事儿，老大参与不了，咱们只能自己去查。瞒着飞哥吗？对。来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我们准备自己去调查那家公司。老大不是不让碰苏氏吗？找不到杀段公树的凶手，咱们这任务就1天不能结束。老大跟岳师头也过不上好日子，咱们也没办法离开天海。也是。哎，那要不跟苏雅说你是老大，找他帮忙？不行，郭哥，把小雅扯进来太危险了，那帮人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有什么危险的？就是让他去打探打探嘛。那也不太好吧？好像让小雅对付自己家一样。
王蒙，我可告诉你，小九的仇人可还没找到呢，说不定这2件事是一拨人做的。你不给你哥报仇了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办法总会有的，咱们先回家吧啊。那也不太好吧，好像让小雅对付自己家一样。王蒙，我可告诉你，小九的仇人可还没找到呢，说不定这2件事是一拨人做的。你不给你哥报仇了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办法总会有的，咱们先回家吧啊。起床啦！是不是已经晚了呀？晚什么？我们今天又不用去公司啊。为什么？合作的事情已经敲定了，我就给电商部放了1天假，让他们休整一下。那今天干什么？先吃点东西。来，先吃点东西。你看，这不是天涯旅游指南吗？对啊，这里面有好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呢。看，怎么，你不想去？没有没有。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嘛。哎呀，姐，来，看到来了，好久不见，是啊，想你。你呀，这个有了大帅哥，把朋友都忘了啊。哪有？这不是刚定下来的。坐下来，坐。你好，我是彤彤朋友，我叫小七。你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位除了是我特别好的闺蜜以外啊，她还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占卜师。我人生中很多重要的决策都是她来帮我把关的。你们女孩子相信这种东西啊？看来段先生，你对我们西洋占星术有很大的偏见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可以帮你们两个看看。哎，你说我现在就算我们两个的未来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还真相信他能算出来啊！哎呀，你别乱说话！哎呀，快算快算！现在看上去，你们两个之间至少要经历3次重大的考验。第一次嘛，我感觉应该是你们两个共同经营的某个事情出了问题。至于第2次，应该是彤彤你这边出问题了，要靠段大帅哥才能帮你走出来。至于第3次嘛，就是男方的问题，只有你才能帮他克服难关。我？哎，行了，别吓唬他了，说那么悬干嘛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吓你了。不过你们两个要是能够扛住这3次考验，老天爷一定会送你们份大礼物。真的啊？老天爷，我的命运在我的手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哎，那你帮我们看看事业、财运方面的问题呗。好的。
小雅，干嘛？你这几天不是都赢吗？也没人伤到你啊。这是我自己出点意外弄的。对了，小雅，看我比赛了没？看了，你每一次打都赢，全天海的选手都不是你的对手，太无聊了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我的拳场就要关门了。别呀，我还没帮我哥打回记录呢。我发现吧，跟你交流是件特困难的事儿。小雅，既然你不喜欢看我比赛，干嘛还来全场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全场是我朋友开的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行啊？小雅，你又怎么啦？段飞哥说，他有事想拜托你。你等我一下。干嘛？你答应我要做饭的。歇一会儿我就做。今天你辛苦啦，还是我来做吧。还是我去吧。哎，段飞，怎么了？如果这次合作谈成了，我们的婚礼在哪儿办？怎么了？石头，小九的仇人还在天海活跃呢。听我说，别生气。我没生气。补办婚礼是件大事，他们还在活跃，这样做不安全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如果1年、5年都抓不到这个凶手怎么办？小九的兄弟也来了，如果我不给他们一个交代，我怎么能安心的办婚礼？如果你不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你为什么结婚之前不告诉我？那时候我是为了保护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可我也没答应过要和一个连婚礼都不能办的人结婚。彤彤，你干嘛？天亮了，该出发了。昨天我给你开门的时候，你已经睡着了，我就没叫你。知道了。
晚上你可能记得时间。妈，你在家呢？我拿着吧。妈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当上苏氏集团总裁的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当总裁也有20-30年了吧？那离职了就没补偿什么吗？我意思是，你看，咱家房子都旧了，就不换个新的吗？别瞎说，我才干了16年。再说，我是因为干得不好才被免职的，哪来的什么补偿啊？那16年前，是不是就是爸爸出国的日子？别跟我提那个男人。那爸爸出国前，是不是跟你合开了一家公司？行了，我都说了，别提那个男人，别提那些事情。行，我不提了，你别生气啊。丁书记有话。我跟你说别定那么狠。哎，你看你出一头汗。你彩叶呢？我后来看了一下，都是些园区照片，没什么用，就没打出来。这些资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？行了，就知足吧。好歹是现身有记录的资料，不用造假证，去档案馆。得，我去买个订书机。哎，行了，就剩那么几册了，你折一下不就行了？照你这么说，这个非民间投融资公司就是这个天海立汇公司。天海立汇是苏氏内部走账用的名字，要不是跟那个郑行长聊过啊，绝对不知道是同一家公司。你怎么改了这么个名字？套壳很隐蔽啊，互联网就是这样，换个关键词，就什么都拆不出来了。得，那现在就等苏海的消息了。哎，你说王蒙喜欢苏小雅，这样好吗？哪有什么不好啊？我每次担心你出去查东西有危险，你不还是去了吗？你再说了，人都在天海了，装不知道有什么用啊？你早点查完，你早点结束，对谁都好。道理是这个道理啊，但苏小雅毕竟是个孩子，关她什么事？哎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那说不定人两人在一起还是好事呢。
哥，姐，毛毛，小雅来了。小雅，方部长，这件事先不要声张。不晓得，这件事情目前为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方部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记你一个功劳。晓得了。你说该怎么办？这是徐总监的一个老毛病了，没有必要把事情放大化。如果这个人有问题，会起连锁反应。按照平时，我会考虑严肃处理这件事情。但是斯特林集团马上就来跟我们签约了，至少在这1周之内，我要优先保证集团内部的安稳。段飞，我知道是因为你职业的原因，但是你不能总把人往坏处想啊。你想想，你所想象的那些阴谋，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并无伤大雅。我明白了，我们先准备去迎接斯特林集团总裁吧。先不要让徐总监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，至少现在不要。老大，怎么回事？你让我查那个人需要点时间。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他的资料有明显被人操作过的痕迹。宋兰珍进入红顶的时间太巧了，这个人绝对不能轻易放过。知道了。那个，老大，就是现在有点这样，还有一点那样的情况，就是有话直说。王梦直接问小雅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把他牵扯进来吗？我知道，老大，你先别生气。他一开始也是不让我们跟小雅张口的，可是这说了说了，就这样吧。他毕竟是个新人，不懂规矩，你要看好他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老大。那他问到了什么？这个。我是不是都没帮上什么忙啊？没有，小雅，你已经帮很大忙了。胡说，我什么都没问出来。你不是问出时间了吗？妈妈只说了16年前，我才想起来，那正好是爸爸刚出国的时间。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开的公司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小雅，那时候你才4岁，不记得很正常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妈妈已经当上总裁了，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公司已经关了。小雅，这件事你就别再管了，我们已经有眉目了。胡说！我看到你们有一大堆资料了，你们是不是在办一个大案子？案子？就是协助警察调查之类的。你就当是吧，反正别再管了，不然你妈会不开心的。其实我也不想问，妈妈还是挺不愿意提当年的事情，我也不想勉强她。你说，段飞哥哥会理解吗？小雅，你能懂点事儿吗？别的段飞不要懂，他只是你的一个朋友，不是你的亲人。你连你的亲妈妈也要出卖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应该懂。段飞哥已经结婚了，别再缠着他。你以后别来
全场了。喂，我跟值班的人都打过招呼了，从宋总监和徐总监上下班的时间、停车的位置以及出的次数开始注意。不要做得太明显啊，知道的人多也不好。我安排的人都是口风严实的人，你放心。行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大哥，你有空也来保安处坐坐呀。我跟新来的小崽子，我大哥是云总的丈夫，他们都不信。得了吧，你好好干你的活。知道了。再打电话。过过他们在酒吧有事找我。没事，早点睡吧，明天早上还去机场呢。斯特林那边电话确认了吗？嗯，联系人和吸烟的电话都确认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你好好休息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下去睡觉。你还生气啊？我这么小气吧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2天都睡不好，怕打扰你。不要绷得这么紧嘛，放松一点。再强的弓，这样拉也不断的。睡觉吧。快睡。喂，老大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你怎么这个时候打过来啊？宋兰真的是查到了，结果不太好，所以我怕知道晚会出事。怎么了？他以前是巨轮集团的人。巨轮集团的总裁你知道吧？柳峰。嗯。柳峰之前办过市董很多次，又是大学同学，不应该有危险。如果他单纯是有个巨轮集团雇佣记录，那还不是很可疑。但是这些记录已经被抹得很干净了。抹出记录啊？这个某周操作的时间又和宋兰珍进入红顶的时间一前一后，你不觉得很可疑吗？可能是他自己辞职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抹出了记录，但不一定是针对红顶做的。我不能这么乐观的判断，但是这件事足够可疑。我打算把手头事放一放，先把宋兰珍这个人查清楚。好，动作小一点啊。知道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可能确实是我太多心了。你们回去了吗？没有。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在酒吧了。今天别查了，赶紧休息。好。现在应该到了。大家做好准备。
喂，云总，事情有变化，让你们的人都注意了。怎么了？原来和你们签合同的马克西姆被临时弹劾了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那个人你们一定要小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。你就是红鼎集团云师彤吧？我是斯特林的戴娜，幸会。你好。斯特林代表换了，你们一定要小心那个人。总之，在我去天海的那段时间里，斯特林内部的2个派系开战了，支持马克西姆的那一派败了，胜利的是激进派，戴娜是他们新的代理人。激进派，激进派的人不讲究合作，不追求双赢，他们一贯把商场当成游戏操作。戴娜到了天海，对红鼎是个很坏的消息。那我应该怎么应付他？千万别试，戴娜的城府你根本应付不了。你犯一个错，红鼎可能满盘皆输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让段飞去接待他，和接待我一样，让段飞去做他的贴身保镖。段飞。戴娜是个商战大师，但是风格很奇怪。有些人在背后说她生活作风不检点，我不是很确定，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。让段飞去可能是最好的办法。我明白了，商谈之后直接打给你。跟他能少说话就少说话，千万别给他丢脸。明白。跟我走。茶，您还喝的习惯吗？我冲的是自己带来的锡兰红茶。云总，您提供的茶味道有一点涩，不知道是不是本地的特别品种呢？是我疏忽了，款待不周啊。我们谈谈签订合同的事情吧。这位是？他叫段飞，是我的丈夫兼个人顾问。因为安保工作经验丰富，所以这一次就由他来担任你的贴身保镖。您让您的丈夫充当我的私人保镖？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的安全。您真是一位有意思的女总裁，您的丈夫也是。谢谢。那我们还是先从合同聊起吧。合同？什么合同？斯特林集团发来的邮件说，合作提案已经通过了，可以签署合作合同了。正因为这一次的提案通过了，我代替了马克西姆。您的意思是？我的判断是，Jennifer 谢作为南欧地区的总经理，对东南亚市场竞争模式并不是很了解，对天海市商业潜力估计不足。其实天海市是一座远比谢总裁汇报的更有机遇的城市。这不是更应该促成合作吗？但是谢总裁忘了横向对比其他的竞争对手。天海市有3大集团，红鼎、天浪、苏氏，我说的没错吧？3大集团分别在控股投资、商业地产、娱乐行业有着自己的家底，但是在电子商务生态圈就都是出归门进。也就是说，天海的3大巨头在与斯特林的合作竞争中是站在同一起跑线的，我没说错吧？您了解得很透彻。
但是我们红鼎集团在3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布局转型，在3个集团的竞争中，我们已经抢占了先机。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可是我们已经按照合同里发来的内容，邮件里清楚地标明，这次的合作最终解释权归斯特林所有，不是吗？既然你不是来签订合同的，那么接下来在天海市有什么打算？我们好为你安排行程。别误会，也许最后与斯特林合作签约的还是你们红鼎集团。只是在这之前，有一些事实，我需要用我的眼睛去重新确定一遍。对了，您能帮我安排住的地方吗？大家现在先控制一下情绪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，共度难关才是。这事儿都已经传开了，现在红鼎上下都是一片哗然，要想稳住军心，简直是不可能了。我去吧。等等，现在不应该给他们压力。那怎么办？如果我们这样议论下去，明天要上报纸了。徐总监，这样，你先过去。记住，别说是签约，就说是延期了，让他们往乐观的地方想一想。我尽力吧。辛苦了。你为什么不说签约，只是延期啊？照他的意思，要在3个集团里选上1个月，这样一定会让我们失去在员工面前的信任度，还怎么跟苏氏和天狼斗？谢言怎么说的？他说和戴娜的私交很差，也许这也是推翻之前考察结果的原因吧。没了？他还说斯特林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没有结束，让我们往好的地方想一想，说不定会有突发性的好事。肯定是安慰我们的吧？现在说点有用的吧。现在应该先稳住戴娜，为集团争取一些好感。怎么争取啊？跟谢言怎么争取的，就跟戴娜怎么争取。喂，飞哥，哎，我看到这个宋总监又约徐总监到咖啡厅了。他们俩干嘛了？卿卿我我1个小时。然后呢？后来这徐总监就被电话叫走了。这么说，他在集团里谁也没联系啊？说不准。
我又没办法开他的电脑，而且他回家之后我也不能跟踪他呀。但是我看他跟这个徐总监进进出出的，没问题才怪。那你继续看着他们吧。不可能，人事调动每天要调动很多人呢，不能一个一个跟着吧？算了，可能是我想的太多。你先忙吧。行，那我有什么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啊。拜拜。刘总，您要的资料。就这么多吗？宋总监让拿到一点就送过来一点。他人呢？宋总监说他只要一直缠着徐总监，安保处人就会盯着他不放。我知道了。这段时间啊，为了防止监控，我的手机和邮箱都不会跟他联络。你回去转告他，如果说有什么事，都由你带话吧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还有，回去告诉他，做得非常好，我很满意。知道了，谢谢刘总夸奖。那你回去吧。